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大家好，好耐冇見，我係舒淇 Mavis。今集同大家分享嘅書叫做《巨人的筆記》，作者金奕漢。講到記錄，好多人都會即刻聯想到筆記，唔知大家有冇同我同一個認知啊？就係覺得記錄同筆記係同一樣嘢，都係寫低自己覺得有用嘅嘢啦，好似上堂咁樣寫低老師講過嘅嘢啊，又或者係驚自己唔記得寫低嚟睇翻自己。佢哋嘅性質睇落好似差唔多，但係原來有分別㗎喎。首先，筆記通常係因為時間唔夠啦，又或者對方講嘢太快等等呢啲原因，而驚自己 miss 咗個重點，所以要寫低。可以講話係冇意識咁樣去寫啊。作者喺書裡面就話，筆記係記錄嘅根源。而記錄就係將你自己之前寫落嘅筆記 group 埋一齊，再重新去整理。如果咁樣去寫嘅話啦，記錄就需要你有意識咁去寫。知道咗佢哋嘅分別之後啦，我諗大部分人啊，其實一直做緊都係筆記，而唔係記錄。咁其實做筆記咪得咯？點解要做記錄呢？好似頭先咁講，我哋做筆記好多時嘅主要原因係為咗記住某一樣嘢先咁做。但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好多時我哋寫完之後都唔會再翻睇嘅，甚至乎唔記得之前自己寫過，即係代表咩啊？第一，寫完等於冇寫。第二，記憶力越嚟越差，因為我哋依賴咗筆記呢一樣嘢嚟幫我哋去記住重要嘅嘢。好似以前冇智能電話咁樣，我哋可以記到好多人嘅電話 number， 但係依家我哋可以將所有電話 number save 喺電話度，其實已經唔再需要我哋嘅記憶力，導致到記性越嚟越差。第三，冇意識咁去寫筆記，咩意思呢？通常我哋做筆記係人哋講咩，我哋寫咩噶嘛，完全係冇經過思考嘅。但係冇思考過嘅嘢，其實係入唔到腦，而記錄就正正需要我哋有意識咁去做。成本書嘅核心信息就係想帶出我哋可以運用記錄呢一個工具，而幫助我哋去成長同埋主導人生。而嚟緊嗰幾集，我會同大家逐個章節詳細分享呢一本書嘅所有內容，話俾大家聽點樣可以運用記錄呢一個工具嚟幫助我哋去成長同埋主導人生啦。再分享做記錄嘅方法，同埋點樣去做我哋平時多數接觸到嘅5個領域嘅記錄，包括學習、對話、思考、日常同工作。事不宜遲，今集同大家分享呢一本書嘅第一章：成長。倘若你想持續成長，就記錄生活吧。人點樣可以成長，其實都係離唔開兩種方法。第一係靠外界嘅資訊帶動啦，第二就係靠自己內心修煉提升。當你可以同時間實踐呢兩種方法嘅話，咁個效果就可以幾何級上去，成長速度都會快好多，真真正正咁突破到自己嘅界限。咁同記錄有啲咩關係呢？原來記錄本身都係跟住呢兩種模式演化出嚟嘅。首先，第一種記錄模式就係由外界吸收大量嘅知識同埋一啲零零碎碎嘅資訊，然後篩走一啲唔重要嘅嘢，保留翻精華部分，成為有系統嘅記錄。呢個過程係將外界嘅養分轉化為個人資產。第二種記錄模式係向內挖掘之後再展現，即係你睇書睇戲同出面嘅人傾偈嗰陣時，有啲諗法會好自然喺個腦裡面累積。如果你將呢啲諗法寫低或者記錄，就可以將無形嘅諗法變成睇得見嘅嘢，俾我哋之後再睇返。當呢兩種記錄方法一齊配合運用，由外面學到嘅知識就係你思考嘅材料，經過自己內心消化同埋理解，再記錄低，咁樣出嚟嘅內容先至有真正嘅價值。即係話記錄就唔再淨係存放資料呢一個用途咯，而係升級成為幫你加速成長嘅工具，可以將日常零碎嘅經驗啦，轉化做實實在在幫到你進步嘅養分，自然就可以一路持續突破自己。
想要成長就梗係唔係淨係得諗就得㗎啦。書裡面就話至少要達到2個條件先 OK。第一就係要有計劃啦，第二就係瘋狂咁去堅持，是但少一樣都唔得啊。咁我哋講下計劃先啦。好多人對計劃嘅認知就係依家決定應該要做啲咩，但係書裡面講嘅計劃係要由回顧自己開始做起。作者叫呢啲叫做後設認知，即係話我哋要先了解咗自己之後再去設定目標，最後先諗你自己嘅計劃。咁有3件事我哋可以試下記錄嚟幫助我哋嚟了解自己嘅。首先第一就係你嘅目標係啲咩啦，好簡單，寫翻你想做嘅嘢、想實現嘅嘢、想要嘅等等，就唔使一定要啲好宏大嘅目標先可以寫落去嘅。總之你想要就得噶啦。第二就係你想過啲點樣嘅生活咧？生活可以包括係工作、休息嘅時間等等。咁你係諗住點樣去度過呢啲嘅時間嘅咧？第三，你有啲咩習慣㗎？習慣就好代表一個人嘅，有啲人嘅習慣係同自己嘅目標完全冇拉楞嘅。其實咁樣係會阻礙到自己去完成目標，但係佢哋完全唔會意會到有咁嘅事喎。好奇怪嘅係，當你寫完上面嗰3件事之後啦，你就會發現你依家過緊嘅生活同你嘅目標有冇關係啦。即係譬如你想多啲同屋企人相處嘅，但係你就成日將啲時間擺咗落去自己啲嗜好度，咁樣咪唔得咯。了解咗問題喺邊度，就可以方便自己去思考未來，去設定相關嘅計劃。所以計劃嘅第一步就係拉開距離，認清翻自己嘅現況先，而唔係將你自己嘅時間表塞到滿晒先叫做有計劃。計劃嘅重點係要記低自己真心想做嘅嘢，再去分配時間，逐樣完成佢。而瘋狂去堅持又應該點樣去做呢？可能聽到呢一樣嘢，你就會覺得我 keep 住每日去做咪得咯？原來又唔係咁簡單喎。作者提出咗一樣嘢叫做刻意練習，就係要我哋有意識咁去行動，再去問人哋意見嚟改進自己，而唔係盲目咁樣去重複同一樣嘅動作。我哋可以將一件事分做好幾個部分啦，喺裏面再揾翻自己嘅弱點出嚟，再去改善。咁點樣可以運用記錄去幫助自己持續去做某件事呢？作者就建立咗一個成長機制3步驟，而呢個方法就好似運動員平時做嘅練習日誌一樣啦。佢哋係會記低每一日嘅練習情況，再去回顧翻自己嘅表現。如果遇到啲咩困難嘅話啦，就拎翻本日誌出嚟睇翻，睇下有冇啲咩部分係需要改善嚟克服呢一個困難嘅。所以個秘訣就係記錄再記錄，持續記錄。首先第一個步驟就係一邊記錄一邊認識自己啦，而第二個步驟就係再記錄。呢個步驟除咗係再一次記錄之外咧，仲要係用自己嘅方式去整理翻之前嘅記錄，提升翻記錄嘅品質。譬如你記錄咗今日嘅工作內容啦，咁你可以試下寫埋你對呢一項工作嘅感想。第二日就可以將做嘢上面嘅煩惱都記低落嚟。最後一個步驟就係持續記錄，就係將頭先一連串嘅動作培養成為習慣。原子習慣呢本書大家都有聽過啦，習慣係可以建立人生嘅系統，所以我哋係要由小事做起，培養一啲小習慣，累積咗一段時間之後呢，就可以為我哋嘅人生帶來一個巨大嘅改變。我哋開頭有講過做記錄係好需要一樣嘢嘅，就係思考。好似睇書咁啊，好多人睇完本書之後轉個頭就唔記得頭先睇過啲咩噶啦。其中有一個主要嘅因素係因為冇思考過睇過嘅內容，睇完就算噶啦，通常。所以思考無論喺成長方面又好啦，記錄方面都好啦，都係一個必定要經歷嘅一個環節。咁書裡面教我哋其中一個思考方法叫做瞬間思考，係咩意思呢？譬如講翻頭先睇書嘅例子啊，我哋可以試下睇到一半嘅時候，思考一下啱啱睇嘅內容係啲乜嘢嚟。當我哋做咗呢一個動作之後啦，好奇怪嘅係第二日個腦啊係會有少少大概嘅記憶喺度嘅，同冇思考咁樣去睇書有好大嘅分別。
咁唔好以為思考完就咩都記得晒喎，呢個只係其中一個關鍵嚟嘅啫。如果我哋可以將瞬間思考呢一樣嘢配搭埋記錄嘅，咁個效果就更加大啦。我哋可以繼續翻頭先睇書嘅例子啊，思考完頭先睇過嘅內容之後啦，我哋可以繼續睇，睇到完咗一個章節之後，就可以寫低一啲關鍵字嚟做記錄。最後當你睇完成本書啦，我哋可以根據之前寫低嘅關鍵字，再整理翻2至3頁嘅摘要出嚟。當你做齊晒上面嗰3個步驟之後呢，我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聽啊，呢本書就係屬於你噶啦。今日就講咗幾個方法，點樣可以運用記錄嚟幫助自己去成長。咁依家嚟一個總結，同大家回憶一下咯。首先啦，想要成長就要有2個條件嘅，第一就係要有計劃，第二就係瘋狂去堅持。做計劃之前啦，我哋要寫3件事嘅，第一就係你嘅目標啦，第二就係你想過啲咩生活啦，最後就係你有啲咩習慣，之後就可以根據頭先嘅記錄去設定我哋嘅目標同埋計劃啦。跟住我哋可以建立一個成長機制3步驟嚟幫助我哋去持續去做某件事嘅秘訣就係記錄再記錄持續記錄。而記錄嘅時候呢，我哋好需要一個關鍵嘅環節，就係瞬間思考。如果我哋睇書嘅時候可以睇幾頁之後就思考一下頭先睇過嘅內容，到咗睇完一個章節之後，我哋就可以寫低一啲關鍵字。當我哋睇完成本書之後，就可以運用翻之前寫低嘅關鍵字，再整理翻2至3頁嘅摘要出嚟。頭先嘅總結，我就運用咗作者教我哋嘅方法再記錄。我嘅感覺咧就真係入腦咗少少嘅，同埋佢呢一個方法咧都好百搭。除咗睇書之外啦，上堂又得，返工又得，學嘢又得。唔知睇緊嘅你哋啦，聽到我頭先嘅總結，有冇幫到你哋記翻起我頭先講過嘅重點呢？有嘅話留言俾我啊！而下一集就同大家講點樣可以用記錄嚟幫助我哋去主導自己嘅人生。咩叫主導人生呢？唔知大家有冇覺得日日返工放工放假出街同朋友食飯呢啲生活好乏味好冇意義呢？而原來記錄都可以幫到你揾翻你人生意義喎。而呢一樣嘢都好啱呢段時間啦，就嚟農曆新年啦，係時候要開始 plan 下今年要做啲咩。有興趣嘅你哋記住留意我下一集。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巨人的筆記》第1章成長。嚟緊嗰幾日我會喺 IG 度分享書裡面嘅一啲金句，有興趣嘅話可以 follow 埋我 IG， 我哋大家一齊交流，一齊進步，一齊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我哋下集再見，拜拜。